中山人站出来！艺人抄袭，全校受害！中山人站出来！艺人抄袭，全校受害！我是这个发起这个联署支持撤销李梅珍学历的行动发起人，也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4年级的学生黄博霞。那首先我感谢3位来到这边声援的中山学生，因为我知道现在在放暑假，那大家不是来这个已经回家了，或者是说这个回家之后，或者说还在打工，所以人家来抽空来这边，非常感谢他们。然后就是我身为一个坚持伫高雄来读册的高雄人，我真确定讲我真知影讲这种去互害着的感觉。但是咱韩国有咧选市长的时阵，咱高雄人互笑，所以咱用罢免的运动来甲全台湾讲，咱高雄人不是互骗大汉的。到今嘛，李梅珍的论文抄袭，导致全中山大学去互考试。我们就要联署来让大家知道说，中山大学绝对无法接受这种不只是抄袭论文还能获得学位这样子奇怪的事情。面对韩国瑜跟李梅珍这一种人所造成的我们的这个坏名声，我们就要用积极的去联署，积极的去做罢免等等的行动，用行动去知道说我们不是他们不是他们可以代表的。那因为李梅珍的这个案件，其实他的案件已经进入到这个学术伦理委员会。那我也清楚说，我们不能去影响这个独立的委员会运作，但是透过这个联署，其实是希望透过校友跟学生一起站出来，让我们让全台湾看见说，其实中山的学生不能苟同这种行为，而且我们也呼吁学校说可以尽速的来处理。那当然学校也是受害者，但是我们必须要透过呼吁，然后让他们可以在尽量可以公允的去处理，不会去受到另外一边的政治压力。我认为这是这场联署的2个重要的目的。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另外一位同学来发言一下。大家好，我是目前正在就读中山大学博士班的胡同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在第一时间，那李议员他没有正面的来回应社会各界对他论文的质疑，那反而是用这种把母校拖下水的方式来回应。那我觉得这对学校的名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第二，我也觉得这对广大正在努力踏实的撰写论文的研究生来说都是非常不公平的。那我是在这边是希望学校这边可以很明快的来处理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在后续对社会发挥一个机会教育的意义。那一方面是警惕各位研究生一定要踏实的来撰写自己的论文，那一方面也给正在努力的研究生一个鼓励，就说你们的努力是会有代价的这样子。谢谢。那我们首先邀请到今天来声援这一次中山大学的学生，然后以及这个我们来要求李梅珍他应该要对自己的抄袭的事件负责。那我们今天来声援的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罢韩事件的这个领衔人陈冠荣陈医师。我们光复高雄这4个字的意涵，其实除了罢免本身以外，它其实还代表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们高雄人透过一些民主程序来重新擦亮我们高雄人的招牌。让这些政客知道说，你从此不能再欺骗，不能再欺瞒高雄人。然而国民党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继韩国瑜的政见诈欺、人格诈欺之后，接续推出了一个女版韩国瑜李梅珍，也来进行了论文诈欺、学位诈欺。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诈骗集团，我们高雄人其实要展现出我们的态度，要展现出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要在此呼吁李梅珍市议员要勇敢的面对这一次的论文的抄袭事件。与此同时之外，我们也呼吁他要即刻退选，甚至要辞去整个市议员的职位，因为我们高雄的民意是纯正、善良、实朴，而不是像你这样的说谎、欺瞒、诈骗。我们高雄人不需要你这样的民意代表。